姑娘，小五虽然画过很多图样，而且他也说过玉锦里的图案很像出自长安工匠之手。可是咱们这样贸然来长安，会不会白走一趟？任何线索都不能放过。师傅临走前反复叮嘱我，说不要来长安。而且我之前跟他说过很多次，我想来长安玩，他都拒绝我，说长安是最无聊的地方。可是为什么哪儿都可以去，偏偏长安不能来？周玉佩，这长安一定和师傅的死脱不了干系。哎呀，好了，咱们舟车劳顿来到这儿，就得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的肚子。我呢，是把长安的风土人情已经打听了一遍。那前面就是一家来长安必吃的老馆子，走。我来长安是为了师傅的，你要是想逛街游玩的话，我们分头行动。姑娘，凤前辈的事情，我又何尝不是时常挂在心上？喝酒吟诗，闲饮酒令，仿佛就在昨天一样。如果让我碰到那个天杀的，我定当第一个出来搏命。可是你看看这长安到底有多少人，咱们得从何查起，又得花多少时间跟力气？姑娘，你这几日茶饭不思，眼看着就瘦下来了，你不好好吃饭，怎么帮凤前辈报仇啊？好啦，不过你看这长安这么大，天气这么好，怎么街上都没几个下酒炉的人？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老板，点菜。哎，来了，两位看看吃点什么？要一个味和去骨鲜鱼块。没了。那要一个朱雀道炙鸭点椒盐。也没了。江南蒜蓉生苋菜总该有吧？没有。那你有什么呀？蒸饼、煎饼、糊饼。来2份煎饼吧，多放点蒜。哎，好嘞。小八，哎，来2份蒜煎饼。20文。啊，20文？你搞错了吧？我们只点了2份煎饼。没错。刚进门的时候还是5文1份，而这20文你怎么算出来的？结账的时候涨价，你黑掉！你少血口泼人，没钱你就别来长安城下馆子。这位老板，我们初到长安，若有冒犯，还望多多包涵。江湖人士和气生财，有事说事。赶紧的吧，现在长安城啊，时间就是金钱。嘿，你这个黑心的奸商，光天化日下抢劫了！有理说不清楚，我没有时间浪费了。给他。掌柜的，掌柜的，掌柜的，那市场的粮价，它又涨了1成，又涨了1成啊！还差6文。嘿，你想钱想疯了吧？这能怪我吗？你到外面去打听打听去，现在粮食是什么情况？再不交钱，等会儿再涨了可别怪我。来的正是时候啊，这钱没白花。小二，能不能麻烦你带我们去看看长安最大的漕运市场，必有谢赏。怎么，姑娘，你也要买粮吗？那您可要趁早啊，要不然这粮价又涨了。我是做漕运的，这新入行的青龙号啊，粮食运至此处，我正愁没有地方售卖呢。带路吧。哎，可管留步。怎么又要涨价？哎呀，我岂敢！这周边经济地区闹饥荒，城内物价节节攀升，各种食材短缺，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呀。原来是有苦衷啊！那老板，你不妨把紧缺的食材列个单子给我，我去想办法试试看。如果姑娘能解本小店燃眉之急，从今以后本小店绝不收2位姑娘1文银钱。小胖，哎，给远道而来的2位姑娘露露咱们的厨艺，尽一下地主之谊。好嘞，姑娘请坐，请坐。请坐。